業主進入出租房產，歡迎嚟到住宅租賃辦公室，或簡稱 ORT。喺本視頻中，我們將研究業主進入出租房產嘅問題。雖然租戶有私隱權同擁有權，但業主仍然有權進入出租房產，只要佢哋遵守住宅租賃法嘅規定。業主可以詢問租戶係咪可以進入出租房產。如果業主能夠提前至24小時發出書面通知，業主可以喺未經許可下進入出租房產。進入出租房產最長可以逗留4小時，喺上午8時至夜晚8時之間，不得喺星期日或者租戶宗教禮拜日舉行。喺租賃結束時，業主需要向未來租戶展示單位，除非已得到當前租戶嘅允許，業主必須至少2小時通知當前租戶。如果房產出售時，而且向未來買家展示，咁2小時就唔適用。喺呢種情況下，業主必須獲得租戶嘅許可，或者提前24小時通知。咁樣無法聯絡到當前租戶，咁點樣做呢？只要業主遵守租貸協議一般規則，並且喺24小時通知，即使收唔到租戶嘅回音，佢哋仍然可以進入出租房產。根據租賃協議，業主將租賃單位交給當前租戶，除非該法允許，否則不得限制進入。除非雙方同意，業主同租戶不得更改任何門鎖，而且要提供新鎖匙。更改門鎖而令到當前租戶離開該物業係犯法嘅。如果租戶租賃結束時留下財產，業主可以申請一項命令，保護佢哋免受租戶對其財產嘅索賠，並允許業主處理遺留嘅財產。業主需要提供所有房產嘅列表，包括汽車、拖車以及估計價值。請搜尋 ORT 網站，了解如何處理租戶留下嘅財產。ORT 鼓勵業主同租戶保持互相尊重嘅關係，租賃會更加容易。欲了解更多信息，請參考我哋嘅網站 www.saskatchewan.ca/ort。多謝。